做法簡單，靚靚麗麗，滑滑溜溜。一隻雞蛋，120ml 牛奶，1湯匙羅漢果代糖，攪勻約1分鐘。過濾，從冰櫃取出4個急凍撻皮，分至蛋液，剝掉表面嘅小氣泡，放入氣炸箱，華氏300度，即係攝氏150度，氣炸15分鐘。做好啦，就係咁簡單。